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文通信读册会第37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希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36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者有甲咱斗起这个网站，阁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36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手机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这礼拜咱竞选的文章是第一篇纪念228挽回台湾文化。这篇文章伫台文通讯特刊404页，线顶38期第一页。第二篇互我的台湾魂，纪念郑南榕、詹奕华。这篇文章伫台文通讯特刊405页，线顶39期第一页。这两篇的作者拢是从美子纪念基金会。即摆若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举麦，欢迎来到听读册。好，第一篇纪念228，挽回台湾文化。敢有谁要来甲咱读第一趴？要读几趴拢会使啦。敢有人要先读？我的囝啊，原谅我一直无出声，因为我的喙已经毋是我的。但是恐惊你对毋捌见面的老爸无了解，我要偷偷仔讲互你知，伊一切拢是为着你，要替你追求一个上好的将来。伫遐腐败甲不义，简单伫台湾人的记忆内底有存在。228哀歌3部曲。第3部，by Harry 丹丹，1994年。这首台湾人228的哀歌，李登辉代表中华民国接见为228声援的受难家属，替过去外来殖民政权的暴行伫七尻川的时，渐渐出现伫台湾留学生的电脑网络台湾 Future Discussion Group 台湾前途讨论群，甲大部分的台湾留学生同款。这首诗的作者来美国读册了后，才知影有228这项代志。离开故乡来到美国，才知影家己台湾人的身世，开始研究台湾文化，轻学强要识路的台语。我先念到这，谢谢。感谢阿秋。阿秋甲咱读的这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无。无。来第3趴，敢有人要来甲咱斗阵做伙读？我来。感谢暗公者。这首由咱台湾少年一代写的诗，原谅我一直无出声，因为我的喙已经毋是我的。讲出台湾民族的疼痛，228对台湾人的伤害，毋是干那2万条台湾人精英的性命，更较大的伤害是伊封杀2000万台湾人的喙，屠杀台湾人的心灵，互台湾人毋敢也无法度甲家己的子弟是台湾人。中国外来政权掌握台湾所有的传播媒体甲
教育机关主宰台湾历史的解说权，屠杀者到今也用台湾人的血汗，在享受荣华富贵。真济台湾囡仔就安尼煞认为做台湾人是见笑台，甘愿去做中国人的奴才。世间敢有比认贼做爸搁较凄惨的代志？100年前，中国拍输日本，将台湾割予日本，日本人来接收台湾，台湾各地民众组织志愿军拼命抵抗。50年前，日本战败，搁将台湾交予中国。中国战败军蒋介石集团来接收台湾，不幸有一寡读汉册，中着中国毒素，祖国意识认同错误的台湾人，排队伫家人港口迎接祖国的王师。即阵王师手举雨伞，脚穿草鞋，脚接拼歹，顶鞋仔占领学校做营地，中间妇女买物件毋付钱，禁讲台语。迄时真侪台湾人第一句学会晓的中国话是按中国兵仔学来的。我开枪打死你！台湾米、台湾糖，一包一包送去中国，造成金融混乱，台票贬值4万倍，4000块换一角。无偌久，台湾人觉醒，因真正所寄望的祖国，其实是土匪。2年后，228恐怖事件爆发，结局2万外名台湾人精英受王师毒杀。台湾人敢有按这段悲惨的历史学到教训？好，先到这。感谢暗公教甲咱读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我是无听到，我感觉读了真好。搁有阿秋读的迄个，其实阿秋读的第1趴，我伫读做我的囡仔，我无注意看迄个字是囝呢。来感谢阿秋。好，免说。吧。敢有问题？那无咱为第6趴开始，讲啥？要来咱做伙读。我来读好啊，我来试看觅。今年马关条约经过100年，一定有觉醒的台湾人期待伊是台湾国的建国年。今年1995年闰8月，也有一阵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煞自认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反倒地期待今年是因祖国的王师进攻台湾的解放年。假使中国真正出兵拍台湾，台湾兵仔是会甲因决死战，也是马上举飞机仔投降。50年前汉化真深的台湾人，因为自信不足，甲隔壁的土匪认做主公，检测咱也会当理解，但是到今仔日，太会也有遮侪台湾人认同因是中国人，咱有必要严肃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错误的文化认同已经迫害台湾社会的族群和谐，引起错误的国家认同，造成台湾心理各方严重的危机。是安怎生伫台湾、成长伫台湾的台湾人无认同台湾文化？上大的问题出伫喙已经毋是咱的，台湾心已经受屠杀，亲像顶头迄首哀歌3部曲所揭示的228事件，毋但屠杀2万多人的性命，更较恐怖的是，伊
伊当时也屠杀2000万台湾人的心灵。228事件甲军事戒严所带来的白色恐怖，扭曲台湾的历史，消灭台湾的文化甲语言。台湾文化伫即个生死的关头，咱敢会甘得搁继续将纪念228的活动限制伫清源去纪念碑平安礼拜，着减赔偿即款无意志要推翻中国殖民统治的zan处。纪念228最高的zan处在发扬228先烈技术，反抗中国外来殖民统治的精神，完全否认中华民国外来政权伫台湾的合法性，用台湾本土文化做主体来建造新的台湾国。只要台湾的学校还无伫教用台湾做主体历史语文，只要台湾的国会还伫用多少只的语言伫进行，只要台湾的媒体要用中国话中文伫扭曲台语文化，只要中华民国继续伫台湾伫统治，228惨死的冤魂袂当得到安息，台湾人死去的心灵袂当得到定头生。要纪念228，恢复台湾心，咱着爱甲台湾人的嘴倒转来。台湾人爱有家己的电视台，用家己的观点、伊的话来教育咱的细囝。要纪念228，救赎台湾魂，咱爱拍开咱心内的门窗，将咱心肝内迄个白色恐怖的阴影画图。要纪念228，挽回台湾文化，咱爱用台湾的话来唱读50年来国语教育灌伫咱头壳内的中国毒素，做一个清气死正的台湾人。以上。感谢阿明。阿明甲咱甲这篇读煞，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两支持一个赞哦，小可是一个100分。毋过有，若无咱感谢阿明，阿明读得真好。安尼咱读第2篇，咱今仔日进度袂歹。第2篇，发现恁的话，互我的台湾魂纪念郑南榕、詹奕华。我来。感谢小可。你会火烧出台湾人毋惊死的精神，你会火烧出独立的一条活路，你会火照明咱建国的前途。阮照你的意思，甲你的骨肤也片规个台湾岛，甲你的骨气传遍即代的台湾人，甲你的死化作阮的生，化作千千万万的你。短短6冬，你争取的言论自由100%。台湾国父新台湾人3部曲3至18，你轻看。6年前，郑南榕用伊的性命来争取台湾人100%的言论自由。检采到呾也有人会问，用宝贵的性命来争取言论自由，即种遮尔抽象的物件，敢有价值？不如来争取总统直选、公民投票即款较实质的物件，则较有效。检采嘛有台湾人会讲，郑南榕若较忍耐咧，莫自焚。反正即马嘛做立法委员，也是台湾总统啊。若无求名位，亲像伊接拼，反正即马台湾嘛已经独立啊。有即种想法的人，检采有了解社会面的郑南榕，但因决断无了解精神面的郑南榕。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
甲写一个人的言论自由，等于是否定这个人存在的基本权利。人甲动物无共的所在，就是人的思想。咱头壳内的思想，界定咱的人际关系，形成咱的价值观，决定咱会过什么款的人生。思想家雷卡鲁讲：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就是即款意思。人是社会的动物，毋若伫物质上需要甲社会发生关系，才有法度生存。咱人思想的形成，嘛是透过言论甲社会对话慢慢来定型。所以控制言论，就是控制思想，控制别人的自由意志。世界所有无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拢是用控制大众媒体来控制言论、控制思想、控制人民，达成统治者自私的目的。面对即款专制的言论控制，世界历史上真侪思想家、哲学家、解决者，为着坚持传播因所相信的真理，无惜因的性命。因肉体的性命虽然丧失，但是因的精神、甲所坚持的真理，反转得到广传。顺道者的火，一遍搁一遍，伫历史上重要的时刻，甲人类的社会带向较有公义、较有理想、较有上帝的境界。以上。感谢小嘉，小嘉甲咱读这4趴，讲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小嘉读了真好。梁志是要讲啥着？有几个变调。即拍6年前第2章吼，用宝贵的性命来争取2变日争取言论自由。搁即段会加较检采有了解社会面7变3，搁来言论自由即段的第3段界定咱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搁来下骹前2、3是毋若物质上，即个物质上，搁来即拍的下骹大众媒体，这我感觉拢会使呢。搁来长句，即个真好耍。面对即款专制的言论控制，即拍的下骹算起来第2段，伫历史上重要的时刻，这是一种长法。伫历史上重要的时刻，这另外一种，我感觉拢会使。好，以上。感谢梁志。我无讲话，梁志都无会考呢。我要讲的是第4趴第3段迄个。台日伊有收肉体，我拄则是读3肉体哦。对，肉体。歹势。肉体敢是嘛会使？肉体听起来像肉片仔的意思。毋过肉体教育部是有收哦，教育部是收肉体。敢有例句？是毋是青春的肉体？无。好，感谢。若台日收，就是讲这是身躯的实体呢。好，感谢小嘉，读了真好。安尼煞了第5趴，安尼换我来读。我甲伊读到煞是毋是足硬斗？伤硬，把紧你读几趴在你的。安尼吼，人永安有夹歹啊，永安要来做伙读。安尼都爱让人读。永安。歹势，我想要问一个事哦。
就是他拄仔小甲读诶第一趴，第尾啊算来第三段诶，若无求名位，迄敢是读名位，还是另外一个名？我敢若是读名呢，名位。名位。嘿，我毋知影倒一个较正确。我嘛是无啥确定。请问大家安怎读？我读名啊，名位啊。阿明读名位，我嘛读名位呢。我嘛无确定我对无，我查无。因为这个字吼，甲大家解说一下，这个字有两个读法，一个是名，一个是名。这种读法，比如讲，对啦，就是比如讲名字嘛。其实有一个咱南投一个乡镇，民间乡的民间乡，伊迄个字就是读名。所以这个字有两个读法。所摆伫遮，我感觉这两个读法，我感觉拢 OK。伫咧书店，这是拢差无的啦，不管是名位还是名位，这拢差无。嘿啊，所以这应该是较后来的事。对，所以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个字有两个读法，两种拢 OK。安尼，好，以上。感谢明，感谢永安。我较拄仔佫看着一个，我有画着无讲着。迄个头前遐个诗的部分哦，化作千千万的你，万万的你，顶悬迄个，甲你的生化做阮，甲你的死化做阮的，较拄仔敢若念生吼，我会念生。生，甲你的死化做阮的生，甲你的死化做阮的生，安尼有较稳呢。我感觉拢会使，敢是？但是较拄仔敢若是念生吼，所以你若念生，较拄仔念啥？我袂记得咧，因为我感觉怪怪，我就甲考起来。我即摆已经袂记你较拄仔念啥。我嘛袂记啊，无要紧。无要紧，即个汉字确实有这几个读法。好，安尼，咱第五趴，永安敢有要先来读？好。敢有要？无，我先读几趴。感谢永安。台湾人真有福气，咱有出地南用即位伟大的思想家，伊有熟悉着言论自由是台湾人要建立民主自由新国家的必要条件，佮用伊宝贵的生命来追求台湾人100%的言论自由。地南用以及过当追随自焚的将一化的死，虽然互一寡醉心或死的功利主义者真歹了解，但是因的牺牲也互真侪活伫白色恐怖遐阴影内的人冲破因自我设限的家牢，勇敢踏出来，争取因被剥夺这不要脸的言论自由。因的牺牲也互真侪台湾人，亲像诗人李清华伫国父迄首诗内面安尼来底决志，甲你的死化作阮的生，化作千千万万的你，决意一世人毋由名利，要为台湾的独立建国来拍拼。这6年来，台湾人敢有100%的言论自由啊？表面上，台湾言论思想的控制已经互千千万万的地南用毒化。过去白色恐怖时代的言论禁忌已经
参加无去。但是咱若深入去甲分析，台湾人实在无言论自由，咱会当按几方面来看。好，我是好听。感谢永安，因为甲咱睇这三趴，大家有啥物说特要提出讨论？拄则迄个永安讲诶，迄是报道不要讲呢。嘿，这字嘛其实嘛差无啥有，毋过着直接甲读八段就好啊。就是安尼。对，好，多谢。这有几个事吼，台湾人真有福气，这上尾啊，才是达民主自由新国家的必要条件，即个是变调吼。搁变调是405页，伊用宝贵的性命来追求台湾人100%的言论自由，吼搁来下骹第三用即只虽然互一寡醉生梦死，吼搁来第三纸白色恐怖惊吓阴影来，吼阴影爱变阴影来的人，吼搁冲破因自我设限的监牢，这念监牢，搁来即个较好算吼，因的牺牲也互真济台湾人亲像诗人，毋是诗人哦，诗人听起来敢若是死人哦吼，诗人搁来加决意一世人毋求名利，要为台湾独立建国来拍拼。搁来即6章内的第2纸，互千千万万的郑南榕突破，搁第3纸言论禁区，吼搁来，但是咱若深入去甲分析。好，以上。好，感谢梁姊，好，多谢。嘛感谢永安，甲咱读这三趴。毋知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有要甲咱做伙读册的人，嘛会使请麦哦。好，若无问题。国语文化垄断台湾大众媒体，台湾所有的报纸，除了有100多年历史的台湾教会公报以外，若毋是国民党经营的，就是甲国民党有关系。3台电视台全部受党政军控制。虽然讲报禁解除，但是传报业、托拉斯商业垄断的局面已经伫国民党分赃的体制下完成。新的报纸，尤其是代表人民声音的报纸，根本无法度生存。首都、福报、自立一间一间一直收起来。另外，大众传播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讲国语，用中文建立因的社会地位的文人。台湾讲台语的人也是多数，但是毋捌听见台湾的报纸请记者也是编辑的是有要求应征者的台语文能力。大众媒体歧视台语文化。大众媒体毋若限制台语的使用范围，搁较恶毒的是伫连续剧顶头讲台语的，拢是一寡阿里不达的角色，互少年人伫不知不觉的中间看无起家己的父母文化，认为国语文化较高尚，认贼作弊。台文受报纸的歧视，搁较免讲。用台文写的文章，干那一寡学习性、趣味性、民俗性的短短学几纸，才有法度得到中文报纸的刊载，表现台湾现代社会科技思想的台文，无论内容偌好，
拢无法度上报纸。若安尼继续落去，台文嘛会互人定位做无法度表现现代文明的文字。即种现象的造成，甲记者袂晓听台语、编辑袂晓读台文有真大的关系。真侪反对运动的公职人员，甲民众对谈用台语，甲记者讲话，着改用半桶屎的中国话，目的为着要上电视、上报纸。因安尼巴结讲中国话的记者改用中国话，虽然得到上电视的机会，毋过因所传播的效果甲内容，也因为使用中国话做工具，伫无自觉的中间受打击，甚至受扭曲误解。采访台语社会的记者袂晓讲台语，编辑袂晓读台文，台湾人等于无家己的媒体，永远都无可能有言论自由，无法度有基本的民权。美国民权委员会副主席雷索先生伫2月18加州法庭团议会议演讲的时表示，人民选择语言的自由，甲民权有密切的关系。有民权的社会袂使袂记得人民有选择家己爱使用的语言的权利。法庭无运动，因为被告有语言上的困难，对被告有差别待遇，也就是讲袂使忽略被告的民权。郑南榕为言论自由奉献性命的第6年，有真侪反对运动的团体开始将1995年定做媒体改造年，期待遮个千万的郑南榕真紧就会将台湾言论自由提升起一个搁较悬的层次。伫郑南榕为台湾人的言论自由献出伊宝贵的性命的时，阮要徛伫台湾语文运动的立场，发表一寡看法，甲大家做伙来思考。第一，咱要要求报道台湾问题的记者甲编辑，一定爱有写台文，一定爱有写台语、读台文的能力。这是新闻工作人员上基本应该有的专业能力，嘛是民主社会对采访者甲读者应该爱有的尊重。第二，超过50万份的报纸已经有垄断言论的危险，爱立法强制分割。第三，长期独占频道，享受暴利，做压制台湾文化的拍手的3大电视台应该解散，将电视频道使用权交予各县市，也是文化团体管理。各县市有频道使用的决定权。各文化区设地方无线电台，全国性的联播节目爱经过地方台同意。第四，支援小众传播媒体，对小众传播的推广甲保护，是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的象征。鼓励小众传播媒体成立，小众传播媒体联盟交换资讯甲现代传播技术，来对抗大众传播媒体言论垄断。南榕先生甲叶华先生顺道的义魂，还伫台湾的土地不散，因的血还袂干，因的呼声亲像西北雨的雷声，互人无法度听，互人无法度无听。因的精神的感召，因的言行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今后才是真正要产生力量的时机。亲像大东海岸的波浪，一波过一波，拄着石头，波浪愈悬，日过连绵，暝过连日，永远无停。原因的风浪搬过台湾的平原高山，搬过台湾全岛，搬过太平洋，将所有留伫台湾人心中垃圾的中国文化一尽洗清去，将台湾魂的根、台湾文化的生涯，伫清气的台湾土地的顶面活活生长繁荣。以上。知这几趴大家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
鸟道你拢总读了啊？我拢对无啥会对。意思是你嘛想要读得着啊？无啦，无要紧，一个重点，我已经要安怎算咧？一、二、三、四、五、六，五尔。你读的第五趴，最后你读的第五趴，敢是迄个采访台语社会的记者，袂晓讲台语一趴。上尾怎有一个忽略啦？忽略啊，迄个忽有迄个缩音嘛？忽略。有一个 T 啊，HUT 啊，忽略。有，的以上。感谢你。来两字。来，迄个long短。迄个我会读long短，你敢若想？你讲长，我会讲短。你讲长，短好。过来收多，助力。收多。你读。我读啥物袂记？你读拄。收多。好。个另外这段吼，有要求应征者。应征者。好。过来406页，406页哪一种的这个吼？哪一种这个？哪一种为言论自由奉献性命的第6年？这个年，我会读冬呢。你也像冬，对无？你也像讲1995年，这个我才会读年。人体改造年，这个我才会读年。佮有一个第3长期独占频道，这个第3章国文化设立地方，我地方无线电，我会读地方的。你讲？地方。我读地方吼。好。我应该会使，还是安怎？这当讨论啊。我看到尾啊，足水的呢。日过连绵，绵过连日，过来将所有留伫台湾人心中污秽垃圾的中国文化一尽洗清去，将完全的紧台湾文化的新叶。伫清气的台湾土地顶面，互我成长繁荣，这足赞的。好，以上。感谢梁子，这感觉伊写了真水吼。我补充一个字吼，就是拄则有讲到第18趴，就是迄第4条，迄long短啊，毋管是长还是短吼，迄头前迄字是long对无？敢若毋是long哦。有。好，感谢。long长还是long短？我记有查到long呢，毋知倒位查着，我有写。安尼就毋过我是可能查古字。安尼毋过其实即个词，我其实敢若台语原底是无诶，对无？若无，就可能是毋是爱照惯式来读啊？我毋知。long短，好，以上。好，感谢小嘉。拄则梁子讲诶，地方台语是收地方啦，毋过台华语地方甲地方拢有收。若是台语收地方，咱就读地方安尼。台语嘛有收地方啊。有哦。有啊。我看无详细就对啊，感谢。你点去看。安尼吼。好啦，我无点入去看，无毋对。林老师诶口口淡薄仔生气哦。无啦。惊着啊！即马是安怎啊？无啦，我可能落在小的一米啊，好，安尼吼。
对，内底有地方，地方拢会使，感谢阿平。安尼咱两边读了啊，两边有要讨论的所在，还是有啥物感想，拢会使讲哦。要讨论的拢会使提出来讨论。歹势，我头拄仔听到一个数，第406页，第4条，现代社会的象征，应该是象征，但头拄仔你敢若读象征？嘿，好，感谢永安。即字是毋是有上无有3种诶迄款读法啦？就是丁、精，佮有丁拢会使呢。嘿，若是你查迄个古字啊，若是即两个字合做伙，敢若是差无诶，对无？我查一个，象征嘛有爱台语啊，爱台语，好。这是敢若是较后壁诶事。嘛，教育部确实是收上丁，你若查迄个古字，你若查书，就敢若教育部即个书嘛是台湾共同，所以别紧，大家讲有啥物要讨论呢？这两篇啥物所在拢会使，还是你有啥物感想？要讨论呢拢会使，还是读了啊？大家感觉心情歹歹，要散步，要较早休困嘛会使。梁志，请讲。好，迄个读即篇迄个，我要分享一下我对迄个郑南榕的看法啦。迄个我迄阵啊，伊迄阵啊，阮兜一直以来吼，阮就是拢讨厌国民党，系啊，看着新闻，看着讲，竟然有一个人为着要对抗即个威权，伊会当家己燃汽油安尼，家己安尼倒，咱普通时安尼，你若像讲叫烧水烫着，就疼到要死啊！伊竟然有迄个勇气，安尼甲燃落呢。我真正对伊有够钦服的，系啊，伊是我的idol。是你的idol。真正真正迄个精神，互人足钦服的。以上。感谢梁志。敢有人要分享南榕先辈还是詹叶华先辈的故事？迄个，大家毋知影讲迄个郑南榕伊迄个读台湾大学无特学系，伊无毕业，恁知影？我毋知，请讲。因为伊就是无爱修迄个国父思想啊。迄当阵啊必修的，你一定爱修，无修就是袂毕业。系啊，所以你甲看伊遮尔有架势啊，伊就是无爱甲修啊。嘿啊，就是，所以伊会用伊家己安尼牺牲，就是伊就是你看伊的行为，就是伊就是做有较大的人啊。搁有伊迄个以前迄个因叶菊兰的事嘛是啊，伊就伫迄个因学校的迄个公布栏内底甲讲迄个叶菊兰是伊的女朋友哟。伊要做啥，伊就去甲做落去安尼，做勇敢。感谢。我想要问一个，就是甲郑南榕较无关系，因为拄则听到阿秋讲，伊迄当阵是因为无去修迄个课嘛，国父的思想。我是真好幸讲，即马的学生啊，譬如讲高中啊，敢搁有咧读三民主义啊，敢有人知影？无啦。无啊。无啊。恭喜呢！即马三民主义就改做迄个公民啊。我一讲出来了，年岁才人知影啊。即马无啊好。我以前读。阮较早嘛是拢读三民主义的啦。你莫假，你读过才有鬼咧。
这感谢安尼我知影，即马都无即个课啊嘿，因为我以前咧读这时阵是足痛苦诶，我想要去弄壁，迄比迄个甲迄个《论语》共款，足痛苦诶。还有以上，毋过伊早都有公民啊，无即，毋过即马三民主义嘛，迄个课本改做公民课呢，公民的课本呢。我是讲伊早都有即个课啊，就是是毋是？就是规定就是无三民主义即个课，即个课伊即摆是，就即个名称改啊迄款啊，改做公民安尼啊。哦，伊早有上小做公民甲道德。哦，我嘛是公民甲道德的呢。就是迄无变啦，对啊，对，我咧想内容应该是无啥变，有变是有变，咱毋过差无介济，毋过就是三民主义着改名，着换做迄个公民去啊。即马学校改中文嘛是叫做国语吼。敢若是小学生才叫做国语呢，啊若是国中甲高中拢是叫国文哦。对。这首敢有变较少，较早迄这首足济呢。嘛无啦，应该敢若共款济呢，其实嘛真了然啊，就是咱自细汉就逐礼拜毋知几节个迄个华文的课啊，结果到即马可能食到30-40岁人个华文的程度嘛是足歹的，所以是毋是爱加一寡迄款母语的课，看会当较进步袂？对啊，我讲实在就是安尼，因为其实中文是真歹学啦，我家己有感觉着，毋是遐尔简单。虽然讲咱自细汉就做学生时阵就开始学中文，毋过迄真正无遐尔简单，对啊。最近毋是有一个话题咧讨论讲啥物大学的歹势我台语袂晓讲，通识课程哦，讲要甲迄个啥物国文甲伊改掉是啥？这是我较毋知啦，就是我有看着，敢若有看到这个新闻，毋知影敢有人知影即件代志。通识是啥？通识就是，歹势，我都无读册，小学毕业尔。我感觉小学以后就嘛无啥物读册啊，所以嘛是差不多诶。的通识课程敢若是国文啊，搁啥？我其实毋知咧，因为我无伫咧台湾去读大学，所以我较毋知。这是毋是大学才有诶？我毋知哦。好，拢毋知，安尼咱后回再讨论好啊。换话题。拄仔讲着即个国文的课，即马就是共款国文啊、数学啊，甲英文，即三节上济啊。剩诶就是一寡生物的啊，个历史的、地理的、公民安尼。我想要问，即马敢搁咧读中国的地理甲历史？我较早读就是迄个啥，长江黄河迄个京藏铁路，我较早嘛拢读这啦。搁咧读哦？应该嘛是啦。对迄个盘古开天辟地，一直中国的条地一直讲到安尼讲落来啦。讲照拄则开麦，想要讲啥？即摆地理历史其实较早就共款啦，只不过因有加台湾的一部分，有加几节啊台湾的历史较地理去哩尔啦，其他拢共款。安那会遮尔久啊，拢无进步啊！就是中国的历史，哪会比咧佫共款会重啊？迄嘛真歹呢。无法度啊！其实真侪问题咧啦，毋单是伫
教育上的问题啦。我感觉每一个部门啊，拢有因的问题啊，因拢有一个所谓的帮派啦，帮派，嘿啊，因拢有迄个帮派的问题。啊，所以你要甲拍入去因的箍啊，是无啊简单的代志啦。哦，你是讲哪个部门？比如讲教育的有教育帮嘛，啊交通的有交通帮嘛，啊其他的就每一个部门拢有啦。嗯，你像咱台湾的交通嘛足歹的啊。啊，莫讲歹啊，咱台湾啥物上好？人上好，以上。就是来参加咱读册会的人上介好。咱台湾人食物嘛上好。咱台湾的本土语言嘛上水。嘿，是。拄仔阿秋要讲话。我拄仔讲着迄什么，即马迄学生啊，迄课本，佫有做国语、国文。国家语言发展法就讲，咱台湾本土的语言就是嘛是国家语言内底一个啊。啊，结果伊即马，你看2019年甲呾已经3档啊，迄落，国语先啊无甲改掉，互做中文，我拢想无咧。嘿啊，足奇怪，毋知无迄国家语言发展法是假哦。我感觉迄要等政府吼，教育部安尼来甲伊改哦，可能要等真久啦。我是感觉咱会使为咱家己做起啦，就是你第一讲别人讲话时阵啦，需要讲华语的时阵，你就讲用华语这个字，还是讲中文，还是讲Chinese 这个字，啊，就莫用国语这个词安尼，国文这个词，因为我感觉这无道理啊。那亲像我伫咧荷兰有因嘛有所谓的迄款荷兰语课，啊，毋过伊嘛无讲迄是啥物官方的语言课，还是讲国家的语言课无啊？对啊，所以这是迄名的问题啊。那咱无法度去改变，政府伊要甲伊号啥物名，毋过至少咱会使为咱生活中，咱若是有拄着有讲着时阵，就为咱家己来改啊。对啊，敢若会使安尼做啊，只有甲一直坚持要讲台语的迄态度是共款的。以上分享。嘿，有啊，我若迄个囡仔拢讲，老师你会使讲国语无？我讲中国话哦，啊，我就是感觉迄中国话就欺负咱迄个本土语言，我就袂瘾讲因的话，讲迄是号做中国话，我拢无甲伊甲你讲，毋是国语。感谢阿秋。真好笑咧，囡仔佫会怀疑讲我袂晓讲迄个中国话咧，真好笑。我讲我哪有可能袂晓？我自细汉就已经下因教育爱讲啊，哪有可能我袂晓讲？我就是袂瘾讲咧。咱下骹有一位推友吼，叫做南非哦，南非啦嘿，你敢有要讲飞飞？我毋知要安怎读较正确。你敢有要讲开讲一下？因为我有看着你伫咱的迄个空间下骹有留话，我想讲你是毋是学生啊？即摆是咧读大学晓？毋是高中哦？高中哦？是毋是？你敢有方便也麦？免歹势哦，就开讲尔。今日歹势嘛无要紧，后礼拜继续来，阮阁继续甲你邀请。对。伊的图真古锥。嘿啊，伊的图真古锥，看是。伊有讲伊即马高中3年啦，高中3年。嘿，真袂免歹势，还是今日若无方便，后礼拜咱拜一暗时10点共款有开，你才来甲咱做伙读册。因为我看你嘛听真久啊，应该是拢听有啦吼。阿秋请讲。迄落我拄仔要讲迄个张益华晓，伊嘛做勇敢的，你看伊是迄落郑南榕，伊
司机哦。啊，结果郑南榕啊，迄落自焚了，迄落伊就讲诶，伊虽然是一个小小诶人物，毋过伊会用做一个政治啦。伊嘛想要，就是讲，所以你知影伊嘛是伫迄个郑南榕出山迄工，就伫总统府迄头前迄个位嘛吼，伊家己嘛是。伊想要做一个美好的政治，我感觉实在做无简单。南非拄则有清迈哦。毋过无去啊。南非若有方便，咱会使等你一下哦。伊敢阁有回信息？伊讲伊袂晓讲，敢若听有一点点啊。安尼吼，袂晓讲。袂晓讲。你敢听有？一点点。一点点啊。咱请教咱倒位人？再讲一摆。你倒位啊人？倒位诶人？你住伫倒？你是哪里人？台北人。台北人。恁厝内底是大人，敢有去讲台语？听无。听无吼。所以你的家庭不是母语的台语的家庭？他们会讲，但不会跟我讲。你的是大人会讲，啊，毋过伊袂甲你讲，安尼。对。了解。你今仔日来遮听遐尼久，是毋是想要学啊？还是无聊？无说你总入来，感觉咱遮的字啊，拢真趣味安尼。我刚讲这么多，你是不是听不太懂？就朗读的话听不懂，然后讲话是有时候听得懂，有时候听不懂。有当时爱听有，有当时爱听无啊。无要紧啊，你若逐礼拜拢来听久你就听有啊。你敢有趣味？你有兴趣吗？有在查资料，因为我想要听懂阿嬷在讲什么。是会讲你的歹话，互你听无呢？所以偷偷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吗？没有啦，只是就听不懂，然后就会很尴尬。了解。无要紧啦，豆豆学嘿。你是有想要甲阿嬷开讲吼？安尼真好，欢迎你定定来，咱做伙来学台语。好。好。感谢南非。阿明先讲。台语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就是你爱接讲，讲久你就会晓啊。你要常说，说久了你就会了。你即摆是高三嘛，对无？对。即摆是咧拼迄个学测，敢是还是还袂？学测。好。加油呢！要加98的95的。讲生笑。我想人应该是听无啦。我真用听无，你知无？想要95还98的好，即摆听有啊。好啦，有兴趣就来多听多讲，安尼。一雄。好。希望南非你定定再来嘿。甲咱做伙讲。我差不多2冬前，我嘛讲袂练转台语。等一下。讲不轮转呐。听我无练转。我2冬前我嘛讲袂练，我嘛是会晓听讲袂练转。毋过我是听有。
毋过嘛无所有诶事拢听有啊。就是伫日常生活嘛是参加读册会啊，甲逐个讲台语安尼，斗斗啊安尼。虽然即马嘛无讲真好，毋过即马会当讲较济诶台语安尼。希望你有一工会当甲阿嬷用台语来开讲。你真正足赞诶哦，会想讲要甲阿嬷开讲。真乖。感谢你来参加，嘛感谢大家来参加今仔日诶读册会。咱读册会逐摆读诶文章、讨论诶语词有啥想法，会使甲你诶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诶网站，欢迎大家甲你诶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俗眼甲倒数诶台语车帮。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咱看影片，咱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即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找到会使买诶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即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搁再来。大家晚安，拜拜。拜拜。阿妈，おやすみ。